你到底红不红？一个外甥这位呢，不红是吧？ repet 那就分手 aja 啊 dia.！你一个人有的你后悔，我告诉你， Dengerin 你自 aja, 己以 kok 后一个 repet 人 ya. 你爱找谁找谁，你爱干嘛干嘛啊！我你去打会儿台球啊，哎去吃点 pintar 宵 deh 夜 kata 啊， laki-laki. 去唱会儿歌啊。 Kalau punya cewek kayak gini ya mesti banyak sabar lah ya kan. 但是以后这个家里没有我，谁给你按摩？你累了谁给你按摩？你就只能花钱去店里去推背，去洗脚。 Kalau sendirinya dia itu nanti. 你只要这些都要花钱，花钱对花钱。以后你这些钱谁给你管？就只能自己每天吃垃圾食品啊，吃火锅啊，吃麻辣烫，吃点小生鲜， Ya, malah sendiri dia. 而且你还会乱花钱再买点环子，再去旅个游。 Kalau 其实 sendiri dia. 刚才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事的，就算你不哄我自己也能消化的。 Ada aja kerja. 别当真哟。